分居協議 （separation agreement） 唔一定係走向離婚嘅象徵，反而好多時係一個降低衝突、穩定安排嘅工具。特別係有小朋友或者財務牽連比較多嘅家庭，咩情況需要考慮分居協議？分居協議通常適用於呢類情況，兩個人仍然係夫妻身份，但已經決定分開住、分開生活，同時希望就日常安排、財務責任、子女照顧等事項先訂立清晰規則。你唔需要等到關係去到不可挽回先至佢點樣處理。現實入邊，夫婦選擇分居嘅原因其實好常見，例如長期性格唔夾、溝通失效。重點係只要雙方同意分開生活，就可以考慮分居協議。分居協議嘅核心作用係為生活安排同財務責任訂立清楚、有規範、可執行嘅規則，減少誤會同拉扯。下面呢，我用幾個常見條款事例，俾大家更易明白分居協議一般會寫嘅嘢。分居協議常見條款事例：一、分居開始日期及分居方式。事例條款：雙方確認由2026年2月1日起開始分居。分居期間，雙方各自居住於其住所，互相尊重對方生活安排。二、居住安排、出入及探訪規則。事例條款：現居婚姻住所下稱分居，暫由甲方居住。乙方如需進入分居，需提前24小時通知，並取得甲方同意，緊急情況除外。三、家庭開支同生活費分擔。事例條款：分居期間，雙方同意分擔子女生活及教育開支，甲方每月支付港幣5000蚊，乙方每月支付港幣3000蚊，於每月5日前存入指定戶口。四、債務及信貸責任。事例條款：分居期間，任何一方以個人名義新增借貸、分期、擔保或信用卡消費，一概由該方自行承擔，另一方不負責任。如屬共同簽署或共同受益項目，需另行書面確認。五、子女照顧安排同探視。事例條款：子女只要同乙方同住，甲方每個星期3晚同每個週末可探視子女，公眾假期同埋節日按輪流安排，雙方不得於子女面前邊選對方或阻礙親子關係。六、共同財產管理及處置限制。事例條款：分居期間，雙方同意暫不出售、轉讓或者抵押任何共同名下重大資產，包括物業、車輛、投資、保單，任何處置需經雙方書面同意、溝通嘅方式及爭議處理。事例條款：雙方同意以 WhatsApp 電郵作為主要溝通方式處理子女及財務事項，若發生爭議，先行協商或者調解，協商不成，按協議列明方式處理。八、私隱、騷擾及互不干預。事例條款：雙方不得擅自查閱、截圖、公開對方通訊、賬戶資料或工作文件，不得以騷擾方式干預對方日常生活或工作。講到呢度，你會發現分居協議唔一定係走向離婚嘅象徵，反而好多時係一個降低衝突、穩定安排嘅工具，特別係有小朋友或者財務牽連比較多嘅家庭。